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伊兼做摄影师，涉嫌透过社群还佮交友软体参加 cosplay 摄影活动，用诱拐、强迫等方式性侵害29名未成年少女，而且佮甲这过程翕落来，上细汉的受害者敢若12岁尔。这婚姻地检署今仔依照强制性交、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上重会当关到25年。警方到姓吴的查甫人住的所在，当场查扣摄影器材甲做硬碟。伊涉嫌对2016年到2024年经由社群交友软体，也是参加实体甲实伴演摄影活动，诱骗强迫29名未成年少女，并且性侵害，也翕一个影像留起来。婚姻地检署查查伊涉犯刑法强制性交甲儿童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这罪嫌，该提起公诉，具体求刑25年，将议员关押禁见。性侵者共有29名少女，年龄介于12岁至17岁间。本案无性摄影师涉嫌刑法强制性交及儿少性剥削条例等罪嫌，求处定执行刑为至少有期徒刑25年。看越多越好，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了，那有些人他们就太小，不能就是说不能出面啊，然后怕家长知道啊。警告事件起因是2024年底，一个婚姻女高中生团事后，一姓吴查甫人性侵害，家长传伊验伤报警，4个定情，代志才爆出来。专案小组也伫查扣二条内底发现6817部无共少女遭到性侵害影像。内审基金会认为，青少年时期想要展现家己争取社群的认同，摄录摄影师以免费翕相摄影，尽管的心思以互惠合作这方式诱骗，互人误入陷阱。先去讨论，那我要照什么样的照片？好，我的尺度、我的服装、我的风格，那要用在什么用途？找一下伴，找一下家长跟着自己一起，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相对保险的事情。然后地点上，我们选一个公开的场域。妇女团体建议，父母囝儿中间应该先处理理解信任，再一步一步协助引导。婚姻地检署强调，受害未成年少女上细汉只有12岁，将也无发现有被害人的影片，向世界乱寄送，也呼吁家长爱注意，带囡仔有个人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